大家平安。顶礼拜吼，顶礼拜我转去了吼，我感觉迄个有一个 PowerPoint 袂记创出来。我今仔日搁创一个，小可讲一个较清楚，请恁容阮我安尼做吼。我顶礼拜有讲吼，Christianity 是后壁我用，迄是我照意思来用啊。Christianity 是 Christian ITY 啦吼。搁一个我搁讲一个 Jesus-ianity， 这是迄个写文章迄个牧师发明的字啦。迄意思是吼，有一寡人吼，因无信耶稣是上帝囝，因无信耶稣是上帝，因敢若真佩服耶稣的教示。即款人历史上真侪，上出名的吼，甘地。印度迄个甘地，伊就是安尼，伊的恢复了迄个，就是对耶稣的教示来。搁一个是托斯托耶，写迄个战争与和平迄个作家吼。搁一个真出名的美国总统 Thomas Jefferson。Thomas Jefferson 吼，伊有写一本圣经叫做 Jefferson Bible。伊将4本福音传内底吼。关于耶稣的新约、耶稣的出世遐物件，伊拢甲摕起来，敢若剩耶稣的教示伫内底。伊吼，照我所知，伊敢若用英文、甲德文、甲法文安尼，所以伊嘛真拍拼啦，写一本圣经叫做 Jefferson Bible。迄个文章的人是讲，你若是敢若钦仰耶稣吼，你毋是基督徒啦，基督徒是。有相信耶稣是上帝囝，耶稣是上帝，这才是真正的 Christianity。若无钦仰耶稣，要照耶稣的教示来行，这是真好的代志，无啥物毋对。总是对圣经耶稣的要求有搁差一站啦，较无够。我用这个甲咱说明较清楚吼，这我顶礼拜。老实讲，因为无PowerPoint，我所全袂记甲恁讲，迄个我拄仔讲真济，有真济人真钦仰耶稣，历史上真济即落人，所以我这是敢若讲伫遮过吼。咱来参加祈祷。特别是阮今仔日要伫遮看第一了紧的一则圣经，总是阮囥伫上后壁。阮今仔日也要伫遮三角来修行站，笑念阮的主会听。求你通过罗卜的嘴，愿阮嘴所讲、心所想，伫你面前得到你甘纳，祈祷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约翰3章16节吼，我对细汉念旧句就咧念，我相信伫主日学读过主日学的人，拢有念过即节。我阁会记得吼，阮细汉的时候，迄人迄个，你去主日学吼，去。拢会分迄个 Christmas card 吼，Christmas card 迄种孙母孙娘安尼送来互家己教会。伊后壁吼 Christmas card 的上后壁，伊拢用一个印啊吼，转约翰3章16节。所以迄则圣经就真大家拢真熟。有诶毋是基督徒嘛知影即则圣经在。我有一个朋友吼是牧师，伊名叫做 John， 伊讲一个真趣味的。代志互我听，伊讲叫做 John， 伊讲伊有一次去买物件吼，买物件 waitress 来甲讲吼，你啥物名？就甲写伊名，就甲讲就伊注文了吼，注文了叫伊遐等，较顶下叫伊的号码吼，伊的号码拄啊316号啦，迄个 waitress 讲 ，Hey John 316。伊是牧师，伊就说：哇，这个，伊这个查某囡仔讲 ，It's unusual, isn't it？ 讲你像真，你拄仔是John，佫3章16节，这真好，真趣味的代志。所以显然，迄个 waitress 嘛知影 John 316是啥，这真侪人知影的代志。我永摆，阮爸咧做牧师吼，伊伫南京东路遐拄啊开双年教会去遐设一间教会，伊去遐牧会。我足会记迄个主旨，
迄是南京东路3段16号，阮就记南京东路约翰三九16节。人问我拢会当甲伊讲，约翰三九16节，咱逐个拢知。所以约翰三九16节吼，我有将真济无共款的版本创出来。头一个是巴克勒博士翻的，阮细汉人金句就是念即句啦。所以即马新翻译的吼，老实讲我读着无啥关系啦。咱来做伙读好无？头一个是巴克勒博士，迄是咱做伙念吼，咱做伙看吼。因为上帝将独生的囝赏赐世间，互见那信伊的人袂沉沦，会得到永活，以听世间教安尼。啊，新约的咱今仔日有读吼，上帝连伊独一个囝都互人赐互世间，都互逐个信伊的人免灭亡，反正得到永远的活命，以遮尔听世间。你讲吼，咱嘛是念迄个头一个较惯势吼。过来和合本，阮细汉念经句念华语的是嘛是安尼念啦吼，迄是爱用华语啦。上帝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一的儿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这是咱台湾那个华语的吼。英语的吼，King James翻译吼，King James翻译吼，这免读啦吼。我看 King James翻译的理由是吼，今仔日我的讲道吼，我要用这个版本啊，直接用下骹咱会无要照巴克勒博士，无要照迄新的，因为我安尼讲道较方便啦吼，所以我要照这个讲道。我伫准备。约翰福音段是我真早就决定讲，我知影我后日和明仔载就要出国，所以我今仔日用这节圣经做约翰第3章的总结束。我真早就安尼想，啊，老实甲恁讲吼，我伫准备的时，我才发现着一项代志吼，我做牧师要50几年吼，差不多超过50年，我讲到毋捌用这节圣经才讲，我捌用过，捌引用啦。毋过我毋捌真正规个讲道敢若伫用即节圣经，这实在是真无应该做诶代志。毋过安尼感谢上帝，我有这个机会吼，反正你啊，伫遮互我会当伫遮真正看即节圣经内面诶意思是真正吼。这吼这内面吼包含足侪物件。罗丁马丁讲吼，即节圣经吼是。规本圣经福音的缩小版 miniature， 伊讲是圣经的 miniature， 圣经所有在讲的真理都是伫这圣经内底的啦。讲了不只有意思，所以我当然我袂当伫遮讲规本圣经，咱来对遮看这个圣经的信息，有影是圣经的 miniature 啊无，咱来做伙看吼。头一项。因为上帝听世间，开始的是上帝。我伫遮要讲的是，这个救恩吼，这个救恩的开始创设者是上帝本身，毋是人，是上帝开始的。上帝伫罗马第5章第8节吼，我有创设迄个圣经出来吼。保罗讲，上帝对咱证明伊听咱要是罪人的时，基督有替咱死。上帝互基督替咱死，伫咱了搁做罪人的时，所以这个救恩是上帝开始的，毋是人开始的，这是我几礼拜前我捌讲，这是咱伫耶稣基督内面的信仰一个真。特别的所在，所有的宗教拢甲人讲，恁着爱做功德，恁着爱做好事，恁才会得到救。就是犹太教嘛，讲你着爱受割礼吼，犹太教有啥物物件袂使食物件，规定一大堆。搁一项着你着爱守律法，才会互上帝欢喜。其他的信仰拢讲。咱着爱做好，才会当找到上帝，上帝会当接纳咱。
敢若基督教，咱的耶稣基督福音，上帝开始一个救恩，上帝开始。你会记得伫创世纪，亚当甲夏娃犯罪了后，上帝去爱甸园，因两个走去灭。上帝创造天地了吼，头一摆要对伊创造的人讲话，讲啥恁会记无？问我阿当，你伫倒位？上帝头一句话问你伫倒位？上帝咧找人。伫路加第15章，耶稣写三个譬如，头一个咱拢捌听到，一个牧者一只羊仔走无去，伊放99只出去找迄只羊仔，牧者去找羊。第二个讲一个查某人有10个银角啊，一个碰见呢。耶稣讲伊点灯有哪去扫，有哪去找迄个银角啊？银角啊无法度通家己走出来，迄只羊无去，嘛无法度通家己倒来，就爱牧者出去找。上帝咧找人，上尾啊，迄个路加15章是放荡主的故事。放荡主有啦，伊家己倒来，毋过老爸接纳伊倒来，老爸会听，上帝接纳伊倒来，所以这是真要紧的假事，咱爱会记得，咱得救是对上帝的恩典来，毋是咱家己的。过来，上帝创啥？上帝的动机是啥？伊讲上帝疼世间啊，有的圣经写是疼世间人，这疼世间人哦。上帝是出伫疼，才做这项代志。过去是小书阅读圣经，上帝是出伫疼。第4章，咱拄仔看头迄个。约翰一书第4章第9节到第10节，伊讲上帝疼世间，互伊的独生囝来世间，为着咱死。上帝出伫疼，上帝疼咱吼。我有读一个故事吼，这个故事我读了不只感动啦。讲有一个囡仔，叫做威廉吼，伊交女朋友啊，因爸母无爱，就安尼甲因爸母争到尾啊吼，伊带迄个查某囡仔从走去吼。总是伫伊要走以前吼，伊的身躯有各样啦，伊去病院检查，伫检查的结果出来，到伊甲伊查某朋友走去即中间，迄报告还未来，伊走离开厝了吼。迄个报告来是不遮严重的病，因爸母他要安怎？要死去找人。迄个悲剧是吼，爸母是出伫疼心要找伊转来医病。伊知影伊爸母来咧找伊，拢想讲因爸母是要甲掠断呢。伫伊走互因爸母去，因为我读着即个故事是，咱甲上帝敢毋是拢即落型的？咱定定走互上帝了，上帝出伫疼心。迄个故事的尾啊是有啦，尾有找着，总是迄个爸母是用足济心神，对逐所在有人去找，才甲伊找转来。迄个故事的结尾是，真正是一个悲剧。迄个少年人伊有遐重的病，伊家己毋知，伊的爸母知，出伫疼心要找伊。阮阿嬷永摆定定骂我一句讲：要针你，阁是要针你，阁是要教你的。要甲你针，你想要甲你教？迄真正是悲剧，因为上帝疼世间，总是咱拢总袂点了解上帝的疼心甲耐心。我看到一本册真趣味一本册，一个日本人的神学家写的，迄个叫做 three
3 mile an hour God， 时速伊时速一点钟3英里啦，3英里拄是5公里啦。咱若翻做咱较慢的话，就讲1点钟5公里的上帝啦。是安怎写安尼？你知？伊讲道家肉体，上帝会当走足紧的物件，伊所创造的物件足紧的足济，总是为着要来世间伊 slow down，slow down， 伊用耶稣，伊讲耶稣来世间伊去到倒位拢用行的，去到倒位拢用行，行我想这有影，咱行若普通安尼行健康的人行1点钟5公里，差不多就行1点钟，1点钟到5公里。所以伊讲上帝是会当走足紧的上帝，总是道成肉体。上帝 slow down， 甲咱行平紧，甲咱行平紧，甲咱做伙行。伫迄个册内底我永暗会将迄个 link 放去咱的迄个群组内底迄是一个永拜台南神学院院长王宗尧牧师，我好朋友伊写的，伊写一个书评啦，用中文写的，是写这本册，但是足有意思。伊讲上帝 slow down， 甲咱行，你慢慢啊行，才知影边仔的人的需要，发生什么代志。你会记得耶稣安尼伫行路的时，有一青梅伫遐画，逐个叫伊点点，耶稣有听到。即款的故事，伊讲就是上帝 slow down， 有哪行，伊真有耐性，伊真有耐心，伊听咱，伊甲咱行平紧，听咱佫一个反省就是讲，咱现代即个时代，逐个拢真赶紧，变叫真赶紧，咱忽略足济需要帮助的人伫咱的就咱拢无看到，有看到嘛挡袂掂，这是一个真趣味。我会将迄个 link 放伫群组内底请恁再去看。迄王宗尧牧师写了真有意思。这是上帝疼心，甲上帝耐性，道成肉体来到世间。保罗讲，耶稣本来是不为着咱行做双向。我毋捌去想着讲，上帝会当行走足紧的上帝，为着咱伊乖乖甲咱同款1点钟行差不多5公里。耶稣报咱知影，上帝听咱是1点钟5公里的速度。你听袂使赶紧的，听袂当赶紧，赶紧无法度听，听袂深，这真趣味的代志过来，伊的听的目标是啥人？世间人，我学本写讲是世间人。你敢无感觉？我安尼讲，你毋知有同意无？咱即个世界真济大半的问题，拢人造成的呢，拢人造成的。人我相信恁有捌拄着迄个听袂落去迄个人，恁捌拄着迄个人无？也是咱有时啊嘛做甲互人听咱袂落去。这我是真接做的。我知影我成长的过程的中间，互阮爸母头壳足疼，我知影。人真正英语说 unlovable， 听袂落去呢。上帝听咱呢。我伫加州的时候，有一摆去 Monterey， 伫迄个海边遐有一个讲是世界上大的水族馆，迄个水族馆我一摆入去内底拄到有演讲，我去听，真听迄是伫饲鱼的人伫分享因的代志。伫迄个 Q&A 的时阵有一个人甲伊问讲：你迄水族馆内底后鲨鱼、大尾、细尾鱼拢有是安怎鲨鱼袂去食迄个细尾鱼啊？伊讲迄鱼啊动物，伊讲所有的动物拢共款。你若甲饲饱伊就袂去吵别人。
伊就饱，伊毋免，伊就是腹肚枵的时才会去食。我听到这时感觉哦，咱人实在足悲哀的呢。咱有啊，还要搁摕较济呢，饱嘛毋愿放，要搁食。咱普通伫骂迄个行为足歹的人，我即个人精神，我吼听到即个演讲了，我感觉吼，咱实在对精神真侮辱呢。咱精神无安尼呢，精神你看西伫食物件，看起来真残忍，有影。毋过伊是腹肚枵的时才会安尼，伊若腹肚饱的时伊袂安尼呢。咱人毋是呢，你看咱，所以我有在想讲，若一只，譬如讲一只狮仔母看一只狮仔囝安尼真贪心安尼黑白食，伊毋是干嘛？你这敢若人咧？咱咧讲骂讲是精神，人因无安尼呢。因为上帝疼世间人，疼迄个连咱都感觉疼袂落的人，有时啊，我嘛是做甲人疼我袂落去。上帝疼我，上帝疼我，这吼，你啊，佫是项上帝的疼。圣经甲咱讲，上帝的疼是无条件的疼，无条件的疼无简单呢。咱人的疼普通拢有条件，你佫较疼你的夫人人，佫较疼你的丈夫。加减拢有条件伫内底啊！我常常看到吼，夫妇的中间吼，若开始计较就有问题啊啦！开始计较吼，迄个婚姻就有问题啊！上帝无咧甲咱计较，上帝无咧甲咱计较，伊疼咱，伊安怎做？伊将伊的独生囝赏赐咱，这个赏赐吼。咱中文拢写作赐还是赏赐？赏赐拢是对顶头互下骹的人，迄是赏赐吼。咱都讲恩典啦，用赏赐，我毋是讲毋对啦。英语叫做 give，give 是给。我感觉吼，佫一个吼，上帝疼世间吼，将伊的囝交出来 ，give。伊将伊的囝交出来，这吼我细汉就念即则圣经，毋知念几百遍啊。当然，迄阵啊还未做人的老爸，即个读起来啊，上帝将独生囝赏赐世间啊，说法，吼。我做人的老爸了才知影吼，这无简单呢，这无简单呢。我伫加州的时候1980年代、90年代迄阵啊，你知影加州有足侪小留学生，台湾的爸母送囡仔来美国读册，啊，真侪吼！我伫遐，我迄个教会就发生过来的，拢真歹势讲，拢是悲剧收场啦。譬如讲吼，我有一个囡仔，啊，我要互伊来加拿大读册，啊，中上遐是我的好朋友。讲咱拜托个，阮囝要去遐读册，你会当互阮寄袂？你甲阮看者啦。啊，你做你甲教袂要紧啦，伊若安怎你做你甲讲袂要紧啦吼。啊，这好朋友啊，好啦，来，啊，有诶嘛亲情，来啊，恁囝无爱去袂要紧，来。迄阵啊，也无啥物FaceTime， 也无即个拢无啦。所以囝来伫遮吼，住伫别人诶厝吼。啊，咱别人诶厝，咱有别人诶规则啊，一定诶代志啊。啊，爸母伫台湾拍拼吼，趁钱好啊，久来看一摆。譬如讲我来吼，啊，我去东乡遐解说多些对。啊，即摆我带阮囝出去佚佗吼，啊，咱做老爸一定会问啊，你伫遐安怎？你住了啦？啊，开始讲，互迄个 uncle 吼外口甲我管迄个 auntie 外安怎？啊，我拢食袂饱，啥物有诶无诶，讲规大套。因为着安尼，足侪朋友变做对顶嘞，亲情怎无往来呢？我伫遮要讲诶是讲，
我若要将我的囝交代一个人，我一定知影讲，这个人会好款待我的囝，会好款待我的囝，我才敢。上帝毋是呢，上帝明明知影伊的囝会去互杀死伊阁交出去互人 give， 这是真无简单的代志呢。啊，伊的囝来世间世间人甲杀死伊还阁疼世间人，这对人来讲无可能的代志，敢毋是？咱会讲伊疼世间到安尼，有影你甲想，无简单的代志呢。疼一定爱付出，疼一定爱付出。我毋知伫倒看到一句话我英语写的，伊讲You can give without love, you cannot love without giving。你会当，你物件要互人你无疼心，你物件要，恁兜gar仔是整理出来的物件，放喺外口，古在人摕，迄你是要互人，总是一点仔疼心都甲无关系啦。总是讲你若有疼的事，你袂当无付出，这实在的代志。我拄仔讲，夫妇的中间若毋是用疼做基础，互相付出。开始咧计较你食饱拢毋洗碗，你拢毋斗扫涂骹，伫遐咧计较这个时候，问题就出来啊！上帝的疼 ，unconditional， 无条件的疼，这是咱无法度通了想象的代志。伊的囝明明知影伊的囝会互人一定会死，欢喜将伊的囝交出来，give， 这是非常大的。条件上尾过落去，有甚物条件将上帝的疼遮尔大？咱要安怎接受这个？一句话，我讲几来礼拜啊，信，爱信，上帝的疼是互全人类无毋对，总是你若要得到这个疼，你爱信。这听起来敢若讲，我捌读到一个牧师讲有一摆写少年人甲问啦，问讲，牧师啊，你上帝恩典敢是用白白互人的？伊讲嘿有影。安尼是阮阮都爱现金。你要安怎用啊？是安怎阮都爱现金。阮即个牧师真后呢，伊甲伊讲我甲你讲，水外口水足济，拢毋免钱。你要用偌济，你就去用拢毋免钱。上帝恩典是水，拢毋免钱。毋过恁兜要用的水迄都爱经过水厂，有诶无个水管摕到你遮来我甲你讲，恁爱付钱，付迄个就付迄水管的钱啦。我听起来真趣味呢。咱有时仔想讲上帝恩典是 free， 像王希佛讲的，将上帝恩典看作粗俗的恩典 ，cheap grace。上帝是付代价呢，毋免钱的水，伊摕到恁兜入来，水都讲嘛爱钱，敢毋是？所以我感觉这要来说明上帝恩典免费的有影，总是你要得到这个恩典的是有条件啦，而且迄个条件。互见若信伊的人，互见若信伊的人，信真要紧。我顶礼拜咱伫讲第36节的时，我有讲耶稣有讲信囝人会得到救，若毋顺坦的人会受咒诅。信爱顺坦，信毋是靠嘴讲啦，定啦，听嘛共款。
听毋是靠嘴讲。咱拄仔读约翰一书第4章20节，约翰讲，若有人讲伊听上帝，总是怨恨伊的兄弟姊妹。你出一支嘴讲你听上帝，无路用啦。你伫你周围的兄弟姊妹，你都袂听，你要听无看到的上帝，这是真合逻辑，敢毋是？毋是用嘴讲的，你的行为，你听上帝，你听的行为伫倒呀？咱信，咱用啥物表明咱的信？顺叹啊定。啊，上尾啊，咱若有信，咱若有顺叹，有啥物结果？有信伊的人，袂沉无沦，会得到永远活；袂沉沦，会得到永远活。永远活这项物件吼，咱普通伫想拢永远活，拢是吼咱死了的代志，死了才永远活。你若活的时，你毋免烦恼永远活的代志，敢毋是？你都活，你才着烦恼顶个。咱拢想讲死了的代志，总是圣经内底讲的永远活吼，毋是伫讲死了的代志，是当咱信耶稣了的，咱顺叹耶稣的教示。咱的生命的质会变，这毋是你活久的问题，是你的生命的意义，迄是永远活啦。啊，迄个永远活，伫这世间咱就会当经验到，毋是等到死啦。你会记得我几礼拜前伫讲3章18节的时候，我有用台湾最近发生的，我讲。毋信的人，毋顺叹的人吼，已经受定罪。讲上帝的囝来世间，毋是要审判世间，总是第18节讲，毋信的人已经受定罪。我有说明讲，迄个已经受定罪吼，毋是上帝的审判，还未咧。你过迄款上定人格的生活，你家己就会活甲足艰苦，迄就是已经是幸福啦。永远活嘛是安尼啦，永远活嘛是安尼。当你伫耶稣基督恩典的内底，你的生活的质变换的时，你顺叹你质变换的时，你会当经验到伫上帝内面迄个永远活的喜乐。所以咱要毋通。直直想讲，永远活是伫讲死后的代志，是即卖的代志。彼得后书第3章第18节上尾一节，伊讲哦，就伫咱的救主耶稣基督恩典下，对伊的认捌，也是讲我会当讲对伊的信心继续进步。迄个永远活会得爱进步。上落尾，我要讲的是吼，袂沉沦会得到永远活。袂沉沦吼是上帝的慈悲啦，会得到永远活吼是上帝的恩典。这是恩典甲慈悲。恁有去想到？恁头壳底会走4篇23篇上尾迄节咯。恩典甲慈悲的确对我到一世人。恩典甲慈悲，袂沉沦是上帝的慈悲。恩典，永远活是上帝的恩典。我捌读到一个牧师写的吼，伊写即个恩典甲慈悲吼，伊讲上帝是牧者啦，上帝牧者。伊讲吼，恩典甲慈悲吼，就亲像上帝两只迄落牧羊犬啊，上帝饲两只狗伫顾羊啊，顾咱。哦，上帝饲两只羊，两只狗伫顾咱，一只叫做恩典，一只叫做慈悲。
啊，这个恩典甲慈悲不是甲咱三甲伫地，真好诶譬如吼，真好诶譬如。所以吼，我真正甲恁分享约翰3章16节，我想会到，啊，我老实甲恁讲，我毋知要安怎结论啦。所以我想讲吼，咱做伙来读诗篇23篇，这原来是吼，这原来是巴结勒博士反正读着较顺遂啦。所以咱来做伙读，用这个咱来想上帝恩典吼。OK， 咱来做伙读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无欠缺。伊予我倒伫青水草坡，带我伫安静的水边。伊予我的灵魂清醒，为着伊的名，带我行伊的路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途，也袂惊灾害，因为你甲我伫地，你的腿、你的管安慰我。伫我对敌的面前，你甲我排泄炎邪，你用油抹我的头壳，我的杯满出来。恩典甲慈悲的确对我到一世人，我要永远徛起伫耶和华的厝。对第1章到第6节的头一部分，做诗的人甲咱讲，上帝是咱的牧者，伊陪伴，伊保守咱，伊照顾咱，伊甲咱做伙行。上尾仔句，我要永远徛起伫耶和华的厝。咱有一日要伫上帝永远活的厝遐，这是上帝的应允。咱来参加祈祷。天父上帝，感谢你收视阮遮尔好的消息。你为着疼世间人，有时阮感觉阮家己都无法度疼阮家己。有真济阮的亲人朋友，阮也感觉真少、真好疼，总是你还佫疼阮。非常地感谢你，恳求你，予阮听阮的主的要求，信伊，真正信伊是你的囝，是阮的救主，接纳伊做阮人生的救主，予阮会当对你得到恩典，袂沉沦，会当得到永远活。阮这个时阵要三甲强守圣餐，阮的主。要纪念阮的主，阮恳求你的圣心伫阮的中间，祈祷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